Hello， 大家好，我係 Abel 啊。嗱，上一集咧，我哋比較咗卡地亞同勞力士嘅製錶實力。嗱，呢集咧，我哋睇下佢兩個喺收藏界咧又點樣鬥法。嗱，喺過去咧，勞力士一直咧都係腕錶愛好者同埋收藏家嘅 favorite 嚟嘅，但係近年咧就出現咗一啲情況喎。嗱，由於勞力士腕錶咧時時都係供不應求，長期都缺貨嘅，以致咧一錶難求，二手同埋水貨嘅價格亦都係升到去一啲不能接受嘅水平。去到2023年，即係疫情嘅後期咧，個情況咧已經完全失控啦！好長嘅一段時間咧，勞力士嘅專賣店裏邊咧，連一隻可以買嘅腕錶都冇嘅，全部都係 for display only。於是咧，有好多勞力士嘅擁躉咧，就由愛變恨，喺社交媒體上邊咧就去宣泄佢哋嘅不滿情緒，覺得買唔到勞力士咧就係品牌嘅飢餓營銷嘅手法導致嘅。咁啊，久而久之咧，錶迷咧就開始留意其他佢哋能夠買得到同埋有選擇嘅品牌啦，咁啊造成咗好多獨立嘅牌子咧，就入咗呢個錶迷同埋收藏家嘅視線範圍。嗱，其中有兩個好明顯嘅例子咧，就係 F. Pichon 同埋 H. Moser & C 啦。嗱，當然啦，卡地亞亦都係受益者，因為卡地亞個牌子嘅知名度好高啊，同埋佢嘅產品線亦都非常之闊，所以咧亦都為錶迷咧係提供咗好多選擇。嗱，雖然卡地亞腕錶嘅設計好出色啦，同埋佢嘅製作咧都好精美嘅，但係以前咧俾消費者嘅印象咧就係佢個保值能力咧係比唔上勞力士嘅。不過呢個印象咧喺過去嗰幾年咧開始有啲改變咯。最主要嘅原因咧係受益於卡地亞嘅 Crash 嘅腕錶，佢喺拍賣場上面咧表現非常之出色，錶迷咧就開始意識到原來卡地亞腕錶都好有升值潛力嘅，於是咧就慢慢開始去揾下一隻嘅 Crash 啦。嗱，一款錶如果想升值，往往咧就有好多因素嘅。嗱，好似手動上鏈嘅最初代嘅勞力士 Daytona 啦，咁啊已經好多年咧都係收藏家嘅 favorite 㗎啦，拍賣價咧亦都係屢創新高嘅。咁佢嘅原因咧其實咧就係最初嗰個時期嘅呢個手動上鏈嘅 Daytona喺70年代推出嘅時候咧係唔受歡迎喎，導致到佢嗰個流通量咧係偏低嘅。咁啊後來因為呢個機緣巧合啦，大明星啊 Paul Newman 咧就帶住佢太太送俾佢嗰隻擁有特別錶面嘅 Daytona 咧，就出現咗喺呢個雜誌嘅封面。嗱，經過咗意大利錶圈嘅一番操作之後咧，Daytona 咧就紅咗上嚟，慢慢咧就受到呢個收藏家嘅追捧啦，就連帶響2000年推出嘅搭載咗 Zenith 自動機芯嘅 Daytona 咧，都越嚟越受歡迎喎。2017年嘅時候咧，Paul Newman 帶過嗰隻 Daytona 6239咧，經過呢個 Phillips 拍賣咧，就係獲得咗破紀錄嘅1775萬嘅成交價，咁啊成為咗歷史上面拍賣最貴嘅腕錶。嗱，勞力士響收藏界嘅基礎咧有幾十年咁長嘅，咁啊無論係 Daytona 啦、Submariner 啦，又或者係其他嘅型號咧，都有好多嘅捧場客嘅。所以雖然咧呢幾年咧卡地亞嘅腕錶同埋佢嘅座鐘咧喺拍賣場上面咧有好好嘅成績，但係我覺得暫時咧都未能夠威脅勞力士嘅王者地位嘅。我哋研究過去嗰兩季三大拍賣行，包括咗 Christie's 啦、Sotheby's 啦同埋富藝斯嘅紀錄。嗱，勞力士總共咧推出咗179件拍品，其中咧有73件咧係得到咗超高估價嘅成交紀錄，而卡地亞咧就出咗69件拍品，其中咧係有41件咧係得到超高估價嘅成交紀錄。嗱，卡地亞咧有近60%嘅拍品可以超高估價咁樣成交，比起勞力士嘅40%咧係要高嘅。勞力士咧總共有7款嘅拍品咧可以超高估價1倍以上成交，但係卡地亞咧就有8款咁多，亦都比勞力士係多1款。造成呢啲數字咧係有好多原因嘅，但係可以肯定咧就係呢個顯示咗卡地亞嘅腕錶咧實在係慢慢受到呢個收藏家嘅注意同埋歡迎啦。嗱，如果大家對收藏腕錶係感興趣嘅話咧，我哋可以分享一下收藏勞力士同埋卡地亞嘅常識嘅。嗱，腕錶收藏咧大概咧可以分為有25年錶齡以上嘅 Vintage Watch 啦，同埋呢個當代腕錶 Modern Watch 兩種嘅。而收藏腕錶嘅樂趣咧，往往咧係嚟自可以發掘到嗰啲仲未為市場認
認知嘅錶款，但係咧亦都可以從呢啲腕錶嘅牌子啦、設計啦、功能啦、做工啦，仲有最緊要嗰樣就係個稀有程度，去決定咧佢係咪有收藏價值。嗱，勞力士受歡迎嘅收藏型號咧，包括咗有1930年代最早期嘅豪式錶殼，搭載咗第一代勞力士自動上鏈機芯，外號叫做棺材仔 Bubbleback Watch。嗱，但係棺材仔嘅熱潮咧，響90年代之後咧，已經漸漸係退咗熱啦。而家咧係比較少人去揾呢一類嘅腕錶嘅，但係因為佢本身咧好有歷史價值，而且咧個錶型亦都好特別嘅喎。咁啱撞上而家咧，漸漸開始興翻比較細錶殼嘅腕錶。嗱，如果你遇到一啲品相好嘅 Bubbleback 腕錶咧，就不妨考慮一下。嗱，其他勞力士受歡迎嘅收藏款式咧，包括咗有色彩好鮮豔嘅 Stella 面 Day 啦，好多唔同年代嘅高品相嘅 Submariner 同埋 GMT Master 啦，當然亦都有手動上鏈嘅 Daytona，同埋搭載咗 Zenith 機芯嘅自動上鏈Daytona呢啲。但係呢啲款式咧已經有好多人去追捧啦，比較難咧去揾到一啲高潛力嘅錶款嘅。反而咧，我會建議大家留意咧，仍然喺度發售緊嘅 Air King 腕錶。嗱，呢一款腕錶好特別㗎，佢由推出到而家咧，從來都冇試過大受歡迎嘅。但係佢係唯一一款勞力士嘅運動錶，個錶面上邊係擁有勞力士標誌性嘅黃色同埋綠色 logo 嘅。嗱，加埋佢嗰啲數字時錶嘅排列咧，好特別嘅。我覺得呢款錶咧係切合咗流通量低啦，同埋本身有質素呢兩大收藏嘅條件。嗱，卡地亞嘅選擇咧就大好多啦，因為相對勞力士咧，卡地亞嘅收藏咧都仲係起步階段。嗱，當然啦，喺外國係有好多鍾意收藏卡地亞嘅藏家嘅，但係直到目前為止咧，除咗 Crash 同埋個別型號嘅 Tank 之外咧，仍然都未見到有好熾熱嘅卡地亞錶型嘅價格追捧嘅，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咧應該都仲有一啲空間嘅。嗱，中意 Vintage 腕錶嘅朋友咧，可以多啲留意1972年推出嘅 Louis Cartier 嘅系列。嗱，總共咧係有12款錶㗎，全部咧都係18K 嘅黃金或者白金嘅錶款。嗱，白金嘅產量咧，相比起黃金咧，大概係1:9，所以白金款嘅收藏價值咧係更加高㗎。每款嘅殼型咧都好有特色。嗱，當中咧亦都包括咗大家好熟悉嘅 Tank Louis 啦，同埋 Santos Dumont 啦，仲有 Benoit。嗱，呢12款咧都係 Time Only 得2支針嘅手動上鏈嘅腕錶，佢搭載咗 ETA 2512嘅機芯，好耐用，亦都好穩定，但係咧就冇乜特別價值嘅。個腕錶嘅價值咧係嚟自於佢嘅低產量啦，同埋佢個好特色嘅設計。嗱，每款嘅腕錶咧都擁有一個羅馬數目字嘅時錶嘅白色珐琅錶盤嘅。嗱，如果你有耐性同埋加埋有啲運氣咧，可以收集全部12款咧，應該就係一個好罕有同埋好值得欣賞嘅系列。至於能唔能夠升值咧，就一定要睇下未來嗰個市場走向啦。其中有一啲型號咧，例如呢個外號叫做 Bamboo 竹樹嘅 Cuisine 咧，據聞咧個總產量咧得250隻嘅啫，所以要揾到咧，亦都要靠一定嘅運氣嘅。嗱，至於 Modern 嘅款式嘅卡地亞咧，我就會建議留意嗰啲特別顏色錶面嘅 Tank，好似近2年推出嘅全黑色漆面啦，又或者係酒紅色面，仲有今年嘅 Santos Dumont 用飛機雕刻喺個微型擺台上面嘅鏤空型號。嗱，雖然咧18K 黃金同埋不鏽鋼呢兩款咧都唔係限量嘅，但係咧我相信佢嘅產量唔會多。如果碰到嘅咧，就千祈唔好放過啦。今年嘅另外一個重點咧，就係復刻版嘅 Cartier Private Tank A Couché 窗口式嘅時分腕錶。當然啦，限量200隻嗰個鉑金款咧係最有潛力㗎，但係定價亦都比較高，所以相信咧係比較難遇到嘅。退而求其次，可以考慮黃金或者白金款。我覺得咧都係好有潛質嘅。仲有一款我高度推薦，嗱，由於卡地亞大部分嘅錶咧都冇特別功能嘅，所以舊年推出嗰個雙時區嘅 Santos 咧就顯得特別矜貴啦。嗱，呢款錶咧既可以日常佩戴，亦都係作為長期收藏。若干年之後咧，
可能成為呢個市場追捧嘅對象嘅。嗱，如果要尋寶成功咧，有幾樣嘢咧，我哋要留意㗎。稀有咧就係首要條件啦。無論因為係限量製作、產量稀少，又或者因為原本唔受歡迎，導致佢嘅流量偏低，物以罕為貴咧，就係個硬道理。嗱，盡量咧，我哋去揀一啲有特色嘅標款。嗱，無論喺設計上面啦、外形上面啦，又或者係功能上面，只要特別與眾不同咧，就有機會跑出㗎啦。嗱，盡量揀嗰啲貴金屬材質嘅錶殼，因為貴金屬咧本身有佢嘅價值，個產量咧一般都比較低嘅。如果作為一件藏品嚟講咧，貴金屬會令佢顯得更加矜貴。嗱，最後咧就千祈唔好睇少嗰啲買錶嗰陣時隨錶附送嘅包裝、配件，仲有各式嘅證書同埋嗰啲測試嘅記錄。但喺收藏圈裏邊咧，有所謂全套嘅。呢啲全套咧，往往係可以令到你嘅藏品咧有意想不到嘅加分嘅。嗱，總括嚟講咧，收藏本錶咧係應該係為咗樂趣嘅。嗱，如果有得升咧，咁就係 bonus 啦。嗱，喺呢個尋寶嘅過程裏邊咧，隻錶嘅罕有程度咧就係最重要嘅。不過咧，我哋都要對自己嘅眼光有信心，仲要有耐性添。因為歷史話俾我哋聽咧，有啲錶咧係要好長時間，同埋各種唔可以預計嘅因素咧，先至會爆紅嘅。咁不過好彩咧，機械錶咧係可以代代相傳，話唔定你個孫咧會因為阿爺夠眼光咧而得到呢個寶藏。嗱，今日咧勞力士仍然係中高價位最有價值嘅鐘錶收藏。不過無可否認咧，卡地亞同埋其他有實力嘅牌子咧已經係迎頭趕上㗎啦。我哋期待咧未來咧有更加多嘅寶藏咧係俾我哋去發掘㗎。咁好啦，今個 video 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個 video 再見啦，拜拜。